咁樣就社區朋友咧同我講咧，佢哋好擔心，除咗 Trump 呢個問題咧，就係房屋。咁樣我哋咧一定要採取行動嚟處理呢個問題咯。無論你係租屋又好，無家可歸又好，想買你第一次買屋又好，我哋都一定要處理。而政府咧就唔係成日應該幫住大機構、大企業嗰啲人嘅，應該幫翻普通人，等佢哋可以負擔到佢哋嘅房屋。我哋喺國會度咧，上一屆咧之後有25個新民主黨嘅國會議員咋，但係嗰25個國會議員咧，我哋為大家爭取到咧加拿大喺呢個 generation 咧最多擴大嘅醫療嘅服務，就包括在內呢個牙醫保健同埋呢個藥物保健嘅。咁樣所以咧，其實咧喺國會嗰度咧已經有好多人係幫嗰啲大機構啲有錢佬出聲音㗎啦，真係好需要新民主黨嚟幫翻一般階層嘅人嚟為大家爭取，就係等可以我哋多啲福利啦。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個公平嘅國家。